大学分发立学部今仔放榜，今年的录取率是超过96%，学校的欠业有1220个，是最近5冬来上少。也毋过有4间私立大学欠业超过40%，有1230来考生是无调。之前因为考电脑还是立庭档案争议，互取消1项1录取的2个学生，嘛搁考分科考调1项1。 无受风台影响，今年大学分发立学的榜单有关伫8月13公告。大学考分会表示，今年因为登记人数共的程度比总录取人数共的程度较悬，录取率是96.34%，比去年提悬1.72%。其中私立建大高中受到分科集体报名错误影响的考生，27个人去考，22个人完成登记，20人有录取。5位在国立大学，那有15位在私立大学。今年呢，大概有1236位考生未录取哦。 因为学士档案碰空，互真侪间学校医学系取消录取，也有因为课程违反研究伦理，翻新的录取资格互取消的2个学生拢有录取。因为牵连到个资，考分会表示应该由学校公布。今年招生欠的名额1220名，110学年以来上低，分布伫18间大学的159个系组，欠的名额比率比40%较悬的有4间。医学群区分欠的名额比率，艺术学群上悬有18.06%。可以很细节的去看说它缺额的一个原因，然后那大概有几所在这一个都会区的这个国立大学或者是私立大学，他们缺额的原因大概都是因为在这个艺术类这一块。 因为今年登记人数下降的程度明显，毋是即届的考生来考的人数小可上升，敢是代表中考趋势？考分会甲招联会拢表示该观察。108课刚开始实施前几年所以重考生确实有下降。那到了目前为止是稍微恢复到之前差不多的比例跟水准。针对去年有4间学校出现减报招生欠的名额，考分会表示今年经过清查，无学校减报。也拿整体资料来看，最近几年政府补助私校学杂费，都会区私立大学招生的情形真好。但是较远的国立大学面对招生的挑战，鼓励每一间大学拢有家己的特色，吸引无同的学生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